好多人一發現自己記性差、脾氣變怪咧，就會話老啦，冇辦法啦。但係其實咧，D 好可能唔係腦嘅問題啦，而係你個腦入邊嘅血液咧已經供應唔足啦。呢個係一個真實嘅生理警號，唔係心理作用。你最近有冇突然有一陣頭暈企唔穩？有冇手腳無啦啦發麻，用唔到力嘅？又或者成日覺得周身唔聚財，冇晒精神，成個人好似冇電咁？呢啲睇落零散嘅感覺，其實有一個共通點，都可能係腦供血不足嘅早期表現。點解會咁？因為大腦就好似一部高速運轉嘅電腦，佢需要穩定嘅電力先可以正常操作，而血液就係大腦嘅電力來源。當流向大腦嘅血少咗，腦組織就會運作失靈。咁於是咧，你會出現3種典型症狀啦。第一種咧係頭暈頭痛，嚴重起上嚟會天旋地轉，甚至想嘔啦。第二種咧係肢體麻木同無力，尤其係側面或者手腳，因為對應嘅腦區功能受損啊。第三種咧就係精神情緒異常，成日覺得累瞓醒，記唔到嘢，又容易發脾氣。呢3種表現背後咧都係腦部功能紊亂嘅求救信號。咁察覺到呢啲信號唔係為咗驚，而係為咗更主動、更聰明咁照顧好自己個腦。想改善腦供血，唔可以淨係靠食藥，飲食上要幫到手先得。咁有3種營養你一定要記住。第一咧係 B 族維生素，包括 B1 同埋 B6。佢哋咧係神經傳導同血液循環嘅助手，全麥麵包、瘦肉、雞蛋、深綠色菜都有。第二係鐵質，佢幫血紅蛋白運送氧氣去大腦啦。豬肝啊、菠菜啊、紅肉咧要食返啊。第三咧係胡蘿蔔素啦，可以降膽固醇啊，幫助供血。胡蘿蔔、南瓜、紅薯咧都係好選擇。從今日開始，餐盤入邊加返全麥、瘦肉、深綠色菜同胡蘿蔔，你個腦咧就會收到更穩定嘅供血支援。記住，腦唔係老，係要養。